中国有一个姓黄的查甫人，找到家己驶船啊偷渡来到咱淡水河内底。昨检方提审这个查甫人，当庭甲逮捕，嘛向法院来申请羁押。因那树林地方法院考虑到伊无手机啊通联络，而且有可能的隐瞒行踪，所以也裁定收押。为什么要来台湾？为什么要来台湾？你后悔来台湾吗？不会后悔。穿旧色衫，双手扣手铐，去哩犯人车，进前开一台小艇船撞入淡水河口的中国籍姓黄的查甫人讲，伊无后悔来台湾。这个姓黄的查甫人找到驶一台快艇，经过260公里的海峡，直接冲到淡水的渡船头，结果弄到一台交通船，当场获海巡人员逮捕。船扣留人是依照违反入出国家移民法声押。发现可能伊无载通信器材，想要暗砍平装，所以裁定收押禁见。被告是大陆地区人民，在台没有固定的住居所，有事实足认有逃亡之虞，又有被告之犯罪手法缜密，本案攸关国家安全，仍有待检察官持续侦查。一个姓黄的查甫人以前捌做过解放军海军舰长，这回讲是为着投奔自由者来台湾。树林地院认为，姓黄的查甫人以犯罪手法正典型，案件关系到国家安全，一个等待检察官继续侦查，无法度借由拒保、积负或者是限制带固定手段代替，裁准羁押禁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